这太老了吧？你可不可以对豆瓣有一点信心？可不可以对我有一点信心啊？大发陈意涵在他们创业的那些鸟事中饰演下指一角。故事描述3个女生毅然决然离开平稳生活，勇敢携手创业的故事。日前鸟事剧组公布花絮片段，没想到陈大发居然有隐藏版才艺。是国是偏向。我是穿错衣服了。美纪监视徐怀钰，他俩跳徐怀钰。有怪兽，有怪兽，有怪兽跟着我。好会跳哦！有怪兽，有怪兽，有怪兽，喵喵喵！我想叫叫叫，这个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。路人不重要，小狗汪汪叫，还在傻傻忘记你已经走掉。也写着我的感觉就是喵喵喵。好会跳哦！你们不会还没出生是不是？这太老了吧？不懂吗5、6、7、8，贝儿贝儿 little bird， wing wing little bird， 小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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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贝。以为陈大发的实力只有这样。爱情的恰恰要来放袂记，心爱的你在哪里？想要等你，想要等你，来要恰恰恰。因为怀孕，没有啦，结婚就没有啦。我老公约他也很忙嘛。OK， 视线大家麻烦谢谢，来，我们先请，来，我们先从右边开场，最右边，来这边，这里这台。大过年我们都希望呢，大家可以跟我们创业那些鸟师一样，大家创业呢都你说消失6年，如果我工作很忙的话，可能可以吧。就那种你知道有一个存在感，但也不会太黏的这种，就会觉得还蛮方便的。那如果老公很忙的时候，一通简讯都没有，是 OK 的。很喜欢。去挖接受多久没有？哦，每天都要联络一下嘛，就是至少1封简讯，不可以1年再一次，这样太久。就是至少要知道他1封简讯是我睡喽。对，可以啊，晚安这样晚安也可以，有联络就好。你说最久，哦，就是憋着不告白，对，然后跟他多久才身边很久，但是我会憋到最后都不告白，蛮恼。小时候真的不敢，会看到他我都会赶快，旁边都会推，然后我就的那一种，就觉得没有把握。对，而且那时候是全班上最皮的男生也喜欢他，还全世界这样讲，所以我就觉得哦，那我就对啊，默默暗恋就好。所以最长记录就是至今未告白，太好久。对。那你单恋了多久时间啊？啊？单恋了多久时间？可能到那个毕业，不怎么样，就是可能就1、2年吧。那时候国中也才3年。我就不喜欢亲密关系，我就不想要很腻、很黏那样，觉得有一点距离比较，因为我自己很多事情可以做，对啊，然后我又不想每件事都，当然一起做也蛮好的啊，但我自己又可以自己找到很多有趣的事，我不需要男生那种接送的那种人，所以我以前就不太喜欢那种很黏的。因为怀孕，没有啦，结婚就没有啦。我老公约他也很忙嘛，没有，因为许文祥本身也很忙啊。然后他那时候是给我蛮有安全感的，很洒脱，对，很有安全感的人。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，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，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变风向，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